惹出着大风波的周玉蔻宣布讲，伊要请假到国庆日进前，所有主持的工作先来暂停，所以伊来引发的争议嘛暂到一个段落。伫这场周玉蔻的风波，陈时中算是受灾户。伊昨暝伫个面册写伊的心情，讲总是会拄起障碍，看到光明，希望选战回到正道。也毋过周万安阁甲补一刀，继续用小两口来形容周玉蔻甲陈时中的关系。乡亲啊，这小两口是啥咧？小两口是咧指年轻的翁仔某。周万安讲，周玉蔻拢伫个公开的场合讲，敬爱陈时中，就是爱阿中，阁叫郭文婷卖食醋。周万安讲，这款的戏出，民众看真多咯，拢看甲真深咯。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加入资深媒体人周玉蔻的事件，团队是由南北强烈围攻。这陈时中伫面册有讲出心内话。伊写讲，这几天来发生的风波，已经互这个选战偏去啊！嘛有真侪朋友烦恼讲会影响选情，想要勉励大家，这几年来风雨混战内面，加减有人会骂，也毋过天光的时总会拨云见日。拨云见日就是说，也不是指单一的事件，是整体的一个气氛。我们希望在一个阳光下做一个正向的选举。陈时中继续扫街拜票，无想要和风波拖累选情，也毋过拿赢，依然继续攻击。追扣自己在公开场合都说扣扣姐敬爱陈时中，我想这样的戏码其实民众都看了很多，也非常的厌烦。那陈时中如果还记得，他还说我参选后像 K 党一样，那到底谁该注意孔德？周万安无放伊煞，但是中专攻为首，希望讲用政策争取信任。就我们是让这选民了解，就是说我们的阵营对选举的一个态度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维持一个正向，要回归市政的一个正轨。我们立法院给你了上千亿的防疫预算，连1秒都买不到，这到底是你什么样子吹牛的行政经验？但是这今年针对对手嘛开始攻击，主要针对黄珊珊。教师节要求台北市教育局长爱到府选，除了硬拗讲有请假以外，阁违背国民体2015年讲，台北市政府政务官袂使请假助选。怎么看？思瑶说，他已经是违反了科室这个政务官不得请假补选的规定。在哪里的协攻下，黄珊珊全力地争取选民的认同，台北市长的选战是愈来愈闹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